总共多少钱？4000，舅舅给你打8折。舅，你不用给我们公司省钱，就原价开票吧。那我让舅舅请客。哎，徇私舞弊，小亚你完了。什么？店主说了只要8折，可是这小亚还非要原价开票。这个小亚，她好像是店主的外甥女，她指定吃回扣了。不过我记得你入职好像是小亚推荐来的吧？老板，我跟小亚只是普通同学，我可不是他那样的人啊！这个小亚气死我了，我得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石小亚，来办公室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月被同事投诉多少遍了啊？谁投诉我呀？还不是那个李圈圈。老板就这么把我卖了？李圈圈，亏我当他好朋友。小亚，你气死我了，你气死我了！终于轮到说他了，快进入正题吧。你交的都什么狗屁朋友？今天敢背刺你，明天就敢背刺公司。啊！你去找人事。不，我今天得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狠狠治治他。你亲自去把那个李圈圈开了。那也太尴尬。知道了，妈。